网球协会公告2025年培育优秀运动员的补助计划。咱的网球选手谢淑薇的小弟谢正平表示，这补助办法新增加爱伫咧世界单打排名800名以内，或者是双打500名以内，才会当来申请。批评这补助是规定变来变去。谢振鹏伫咧脸书贴出网球协会前刚才公告114年度培育优秀也是潜力运动选手计划。伊讲又搁要原地退休，打拼半年到台湾男双第4名，雄雄又搁无钱啊！因为今年是增加世界排名单打爱伫咧800名内底，也是双打伫咧500名内底，才会当申请。即马世界排名男双549是无法度得到补助。有拿到这些补助的这一些人，他实际上他并没有充分的运用这些补助去参加一些比赛，所以我们才会拟定了一个这个双打500、单打800的这个排名，没有针对任何一个人。网球协会表示，选训委员考量有选手符合补助煞无真正来使用，才会做这个决定。若是排名只是标准，互选手有目标。台湾运动产业协会理事长是表示，理解排名内底才会当申请，也毋过协会定办法进前，刚有明确的讨论结果，刚有提早来通知。我其实昨天有接到别人的电话，他们现在排名可能就是双打600多、500多，但也拿不到。那我觉得会有一种相对的被剥夺感。你在论述这件事情，他们有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明被讨论的？而且是提早公布。柯正贤指出，大学也是高中拄毕业转职业，无法度入去排名。谢振鹏也是庄籍生为零开始转来，这种状况嘛爱特殊来考量。协会定办法爱更加有逻辑甲架构。体育署表示，已经请协会评估排名的门槛暂缓1年实施。这个门槛的部分可以研议说是暂缓实施，怎么样定出合理的名次的部分再请协会再听取各界的意见，再做下一步的一个规范。网球协会表示，是收到体育署的建议，也毋过爱修改，爱经过选训会议来通过。若是通过，会报体育署来核备，选手的补助应该无受影响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